新春快乐。好，咱顶礼拜10点聚会，所以我想讲是毋是足侪人讲今日搁10点聚会，也较少。但是天气有影无好，但是无论好天落雨，拢有上帝的照顾。好，这是咱来吟诗学乐，咱来唱圣诗27首，圣诗27首，我主上帝。这首诗歌真奇妙吼，咱会听着讲，咱这首诗歌内底咱有迄落讲着雷的弹的声吼，因为即个作曲家伊就是讲，伊是伫咧一个暗暝吼，一个听到即个雷的弹时，互伊有一个真个感动，所以伊就感觉讲上帝创造的美妙，吼，上帝创造的美妙，互伊感觉讲真感动，所以伊做了即首诗歌，我主上帝来学乐上帝。所以即首诗歌，咱嘛甲伊共款，今日也无同雷公，但是咱伫咧即个一个雨来的天气，咱游玩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好，咱来唱这首诗歌，我主上帝。咱唱第1站、第2站，咱这首全部拢来唱吼，因为这首真好听。我主上帝。发出的学乐上帝。好，所以咱来看198首，198首学乐称呼至大上帝。吼，这首诗歌咱是为诗篇第8篇来做。这首诗歌伊的歌词吼，是咱台湾的杨世阳先生伊所做的一个歌词吼。
所以真好听。这首诗歌真好听，伊的曲是英国吼，一个英国的作曲家所做的，所以咱来重新来唱这首，嘛是俄罗上帝的诗歌。咱这首咱来听第1节、第3节甲第5节。646首，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这首诗歌新的版本甲信息有小可改变，改一字，再咱讲我爱尽心做你的学生，咱即马爱改做我要尽心，我要尽心。所以咱若看咱的信息会当的，咱将迄个字会当改，咱就先甲改起来无后摆佫看着佫是爱即个要改做我要我要尽心做你学生，以大施恩亲手保护。好，这首诗歌咱唱第1节、第2节甲第4节。说。
真心来敬拜神。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大家会记啊手机啊开开，也是开震动，听咱平凡心来敬拜上帝。全地拢着称赞上主，就将荣耀甲权能归予伊，就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就带这年进入伊的殿院，就请圣洁对礼服敬拜伊，全地伫伊面前行行皮皮煞。咱三甲来吟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请起立。
大家悠然徛伫，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上帝，你创造宇宙万米，四季照时轮转，五谷丰收，供应万民，愿感谢你。你予黑暗变做黎明，予日时变做暗暝。愿人生的顺境、逆境、好日、歹日，拢伫主的手中，拢有主的同在。愿感谢你，主的审判甲拯救临到，主的一切所做拢公正，一切作为拢充满仁慈。有见啊，求叫上主的人会当亲近你。愿感谢你，拢是阮是有罪的人，往活伫网络时代，阮真好了解、分别、消息真假。媒体为着家己的利益，甲尽量自爆，有时黑白讲，白黑阮的心。我们承认，阮片段去了解真相。我无去分辨真假，久了后，阮的心灵麻痹，袂阁在意是非对错，嘛不阁关心公义。求主赦免阮的不知甲冷淡，配合阮来追求真理的心。有时，阮看见政治乱糟糟，歹人兴旺。阮失去对公义的信心，却袂记哩主的审判甲信息。求主坚固阮，互阮永远伫光中努力为着公义的实践来拍拼。有时阮无尽好家己的责任，反倒将责任交托给别人，加添别人负担，求主赦免。有时，阮拄着心灵折磨的事，艰苦重担压迫阮，求主拯救，用主的慈爱，来互阮得到温暖甲自由。阮中间身体欠的兄弟，求主赐福，祝因康复。今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妇女伫教会有真大的贡献。当耶稣在世间的时，妇女的体贴甲帮衬，赢做耶稣的欢喜。当耶稣过来时，妇女的心柔软，也是头一个领受到这个好消息，过来传扬出去。求主祝福阮教会，阮伫传福音、兄弟姊妹彼此帮衬、扶持，以命起做来成长。也求主继续保守阮台湾，繁有民主自由的生活。这时，我们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愿你的地，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理成就天地。愿你心领导阮，下面阮国父，亲像阮也下面所有的人，有你与阮同齐。求阮你的派，你国万民，更拢是所有，大家支持。阿门。请坐。咱三个来起应，今日献开信息后面第1095页，出自弥迦书第6章，咱做伙来起应。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甲因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人啊，又指示你，什么是好？
着实行公义，心存慈爱，甜美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做来吟圣诗第198首，圣诗第198首，乌鲁称呼至大上帝，请起立。请坐，咱三个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伊所拣选的正信徒，为了伊伫你面前鞠躬敬拜，庆幸由你降临，我明白真理。我分袂清，被你的话得到叫醒，伫你的话得到帮衬，拄你安尼听阮，求你帮助阮，行伫真理中间，着用专一敬畏的心来侍奉你，行伊的路，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再来讲读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第50章第1节到12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以赛亚书50章第1节。上主安尼讲：恁着维护公平，实践公义，因为我的拯救君啊，我的公义连边实现，严守安息日。拢无违背，手无做歹，即款人真有福气。已经归信上主的外族人，毋通讲上主一定会甲我甲伊的子民隔离。太监嘛毋通讲，我不过是一丛打去的树。因为上主安尼讲，遐会遵守我的安息日，对我所欢喜的事。持守我用太监，我要互因伫我的圣殿、我的墙内纪念碑有名号，比有真侪囝、查某囝搁较好。我要使因永远袂互人撤销的名。遐会归信上主的外族人，要侍奉我，敬爱我上主的名，搁做我的仆人。因拢遵守安息日，无干犯滥用，确实持守我的约。
我要带因到西安我的圣山，互因伫我祈祷殿内面有欢喜。我嘛要接来因献伫我祭坛顶的烧化菜甲祭面，因我的殿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至关上主有召集流亡的以色列子民倒转来，伊安尼讲，已经倒转来的子民以外，我嘛要召集我做人来归我因。上主讲，田野走兽啊，拢来；树林内野兽啊，拢来吞食。以色列的守望者拢痴眠，拢无知识。因是袂肥的狗，规日倒咧困咧做梦。因拢是贪食的狗，规日食袂饱。遐牧者无知识，逐个人行家己的路，追求家己的利益。因讲来，咱来去买酒，啉高酒，啉互够开。明仔载甲今日上款，甚至搁较赞。愿上主的话启示咱，帮助咱。这时，要请妇女团体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诗歌，主，我要拄着你。主，我
这是请张务处讲道台北市调职万民的上主。真多谢古鲁诗班用歌声带领咱来到伫上主的面前。主，互我见到你；主，互我得到你。这也是今仔日以赛亚书第56章要对咱所讲的心声，就是无论咱是甚物款的人，带甚物款的伤悲，或者是无奈，来到伫遮，上主的殿永远为咱来拍开。请咱带着即份的脚步，做伙来听上主的话。今仔日，咱做伙进入伫大斋祭期的第2个主日，同时嘛是教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互咱伫即个祭期的中间，伫即个主日的内面，咱搁一摆安静来思考。伫信仰群体内面，有真济点点用祈祷、守望、用事工参与伫教会真济事工的妇女。咱会当对因来表达深的感谢，也求主来纪念。今仔日咱要看的经文是伫以赛亚书第56章。这段圣经是写予一群倒转去故乡的人听的。迄当时，以色列人互人掠去巴比伦70冬，真无简单，才等着波斯王塞罗斯来下令讲，互因会当倒转去耶路撒冷。来重建家园。其实迄当时，咱会当来想象大家的心情，就若亲像一个离开厝混啊10冬的老大人，伊总算会当倒转去故乡。相信伫伊的心肝头，一方面非常期待，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嘛会感觉家己有一点仔惊会受伤害。当即群人倒转去到故乡了后，因会发现。其实家园已经荒废，圣殿嘛已经放弃，社会乱糟糟。大家为着生活，为着争论到底什么人才是正统的以色列人，伫遐吵吵闹闹。即群人真无简单，才倒转去故乡，本底应该是满心感恩。但是伫因的心肝底的惊吓，嘛有一种对伫身份的纯洁的一种的挂虑，煞互因伫无自觉的中间开始对人有排斥。今仔日这段经文的背景，学者称呼伊做第3以赛亚。这段文字大约是伫主前520年左右所写的。当时圣殿拄要重建，嘛拄好是以色列这个群体要重新起来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先知伊要回答一个真实际，嘛是真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伫这个重建的信仰的群体内面，到底啥人是受接纳的，啥人是受排斥的？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上帝的家是一个开放的大家庭。或者是简单开放予家己的人，这种封闭的群体。上帝通过先知，甲即群倒转来的人讲重建家园，毋干那是起厝那定，上重要的是爱重建心灵的殿。我想咱先大先来看经文中间有讲到的头一个困境。就是伫人的心内底有一面那亲像墙共款。即群真无简单倒转去故乡的人，因为着要保护家己族群的身份，因开始伫心肝头画出一条那亲像无形的迄种界限、迄种界线，甲人分做无共款的等级，决定什么人才会当进入圣殿。啥物人阁必须爱家隔离伫即个圣殿的门骹口的外面？咱做伙来看经节的第3节。当时有写着2群人，其实是无法度进入圣殿的，一群就是外族的人，另外一群就是太监。伫当时犹太人的律法的内面，这2群人是无法度入去圣殿来敬拜上帝。伫第3节，圣经讲太监，伊家己讲我不过是一丛打去的树。伊讲伊是打去的树。咱来想看觅，打去的树是啥物款的意思？
打起的树就是高大的树仔，高大的树仔伊就是无水分，无法度结果子，即丛树仔伊无法度成长，会当讲伊无未来。伫当时的社会的观念的内面，上惊的就是绝后，意思就是无后代，无人通继承。伫《申命记》23章的第1节，当时的律法写甲真清楚。伊讲身躯若是有残种的太监，是无法度入去上帝的会幕。即群人虽讲真辛苦爱要见上帝，但是煞互人挡伫圣殿的门外。另外，经文嘛写着遐个外族人，伊嘛是受人隔离伫外面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即群拄要兴起的犹太人，因为着要维持家己身份的纯洁甲处事，因倾向排斥外来的人。即种心态，咱嘛会当理解，因为当一个群体因对伫历史的创伤的中间要爬起来的时阵，因往往真本能会想要缩小范围来保护家己，因为因惊了会搁一摆来失去。所以对伫经文内面，咱会当看见，律法本身伊本底是要保护人，结果煞变做一面冷冰冰的墙来排斥遐个真心较无稳定的人。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咱嘛会当伫遮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伫历史上或者是咱生活的处境的中间，有偌济妇女捌因为性别、身份，或者是社会的观点，感觉家己就若亲像一丛打起的树仔。虽然因的心内有充满对上帝羡慕，或者是渴望对上帝来委身，但是却互人挡伫某一寡群体的外面。其实这个问题，值得咱带着谦卑的心来思考。接落来，咱阁会看到经济内面有另外一个困境，讲到带头的人规日拢在困。当即群弱势的人、无力的人，因伫门外伫遐无法度敬拜上帝、流目屎的时阵，安尼社会领袖到底在创啥物？上帝通过先知用一种真严厉，甚至带有一种讽刺的开口，伫遐在控诉当时的领袖。经节的第10节、11节有讲到讲，以色列的守望者拢痴迷，拢无知识，因是袂吠的狗，规日倒咧困，在做梦。因拢是贪食的狗，规日食袂饱。佮讲遮的牧者无知识，伫逐个人行拢行家己的路，追求家己的利益。我想这毋是咧侮辱人，这是先知伫迄个时阵真着急咧大声喊话，因为当守望的人失去功能，整个的群体就会伫真安逸的中间来行向腐败。我想这是先知心肝头亲像火在倒，真着急的喊声。因为一旦守望的人无发挥功能，整个规个群体就会伫迄个中间行向腐败。先知伫遮有讲到守望的人，嘛讲到牧者这两款的身份，来形容遐个实际的领袖。守望的人，因就是踮伫城墙的顶面，因爱做头一个看见危险，或者是头一个发出警报声的人。那安尼牧者伊是爱照顾羊群，伊爱保证每一只羊仔拢会当平安，也拢有通食。但是即两种角色，圣经讲因拢失职。守望的人规日倒咧困，牧者干那顾家己枵，却不管羊群的需要。12节更较清楚来描写因即种放纵的行为。经节讲来。咱来去买酒，啉够酒，啉互够开。明仔载话到今仔日相款，甚至搁较早。遮讲啉够酒，啉互够开，即种的态度，参先知传统所强调的公义甲节制，会当咱看出真强烈的对比。这会当讲就是一个信仰群体的悲剧。
因为真正较无稳定的人，互人挡伫城墙的外面，但是受托守望的人，却伫墙内规日倒咧困。咱会当讲救恩还袂临到，但是人的心已经大成毁坏。伫遮，咱看到虽讲经节有描写遮的困境，但是伫经节的中间，咱嘛会看见上帝所赏赐的福音。上帝亲自要来解决，亲自要来介入。迄当时，当律法变做一面冷冰冰的墙，当领受规日倒咧困的时阵，上帝却无惦惦，伊亲自介入来拍破一切的隔离。这个是福音，嘛是上界温暖的应允。上帝亲自出手，甲遐个人所起造的墙，拢总杀互倒。上帝对伫遐个感觉家己是打去的树仔即种的族群，讲一段真感动人的话。伫圣经的第5节，上主讲：我要互因伫我的圣殿，我的墙围内有纪念碑，有名号，比真侪查某囝的人搁较好。我要使因永远袂互人撤销的名。伫遮经文中间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字，这个字的意思真特别，伊的意思叫做一个位置，或者是一个名号。这个词后来变成做以色列犹太人迄个犹太大栅栏纪念馆的名称。迄间纪念馆的精神就是咧讲，伫每一个大屠杀的中间消失的性命，拢要互人来纪念；每一个名号，拢袂互人撤销。上帝真正通过先知来宣告，就算讲你无后代通传承你的名，上帝亲自讲我会记得你，你的名永袂消失。我相信伫遮一个人的价值，毋是看你有生囝无生囝，嘛毋是看你的身躯是毋是完整。上帝要看的是你甲伊中间的关系。这个宣告对伫遐个感觉，互社会所放杀，感觉家己无未来，对即款的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福音。打去的树仔，伫上帝的手中，竟然会当付出性命新的影。另外，咱看到经节第7节嘛讲到一个上帝伊互咱的福音。第7节讲我要带因到伫锡安，我的圣山，互因伫我祈祷的殿内面有欢喜。我嘛要接纳因献伫我祭坛顶的烧化祭甲祭物，因为我的殿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上帝毋敢若是召集以色列人。上帝讲，伊阁要召集搁较侪人。伫第8节讲，已经倒转来主名以外，我嘛要召集搁较侪人来归我伊。经文所讲遐个外族人，讲因遵守主的安息日，做主所欢喜的事，因要受接纳。这个外族的人，因已经归信上主，也敬爱上主的名。因是真心互上帝的疼所吸引，主动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上帝的家毋是一个俱乐部，毋是只有特定的阶级的人才会当进入。上帝亲自废掉迄条排斥人的律法，伊改用接纳人的疼做新的标准。所以伫即个福音的内面，就是宣告救恩已经分啦。上帝要将所有受到赶散的人，要一个一个引带倒转。若是安尼，咱倒转来想，伫咱的处境的中间，咱敢有对应经节所讲的困境甲福音？咱伫咱处境的中间，咱来反省，伫咱台湾，或者是伫咱的教会，是毋是也同款有存在即种人心内底的迄面墙？这个墙仔本身是毋是有将人来隔离？咱伫台湾的社会，对咱来讲，什么款的人才是外族？现代的外族的人，咱的身边有真侪来自无同款的国家。咱讲新住民伫台湾徛起，嘛有真侪的移工。
因伫台湾照顾咱的长辈，伫工厂辛苦来工作。但是，咱想诚做台湾的百姓，咱却有真正将因当做一家人。伫教会内面，咱敢有想过上帝的殿，上时嘛是因祈祷的殿。毋然安尼，咱人是咱伫社会中间，到底有啥物款的人，才会当讲是亲像经济所写迄种有打气的树仔？我想伫咱即个真看重传统家庭价值的社会内面，有一寡价值观，譬如讲单身的、无结婚的、无法度生育的，或者是伫社会竞争的内面的失败者，感觉家己无有未来的人，甚至有侪真脆弱的族群，嘛包括同志的族群等等。因伫信仰的群体内面，减会感觉家己就亲像一丛打气的树仔。伫信仰群体内面的文化，是毋是会互遮个人感觉真孤单，甚至感觉无受接纳，或者是受排斥？伫妇女时间纪念主日的今仔日，嘛互咱有一个机会来思考，伫咱的教会内面，咱减毋是有真侪姊妹因伫参与服侍。无论是看会见的，或者是看袂见的，敢有姊妹会感觉家己的付出，拢互人当作是理所当然。真少人互人看见，也真少人互人感谢。因的声音，敢毋是真正伫即个群体中间，会当来讲出，或者是参与伫决策，或者是对话中间，因是毋是应该有的地位？伫教会中间、信仰群体中间来显现。当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阵，咱嘛会当想讲，这敢毋是上帝今仔日犹原上时要对咱讲话的所在。咱有时会伫无自觉的中间，活伫生活的安逸的内面。伫安逸的内面，咱就慢慢会放袂记得，咱犹原是一个守望的人。咱爱有彼此守护、彼此即种的心志。面对社会上侪的无公义的事，咱是毋是会当有亲像耶稣怜悯的心肠，来感受受苦的人因的处境？若是回头倒转来看教会的内在，咱就会当看见，其实伫教会中间有真侪的妇女，往往就是迄群无拄句，或者是讲无规日的困的守望者。为虾米我会安尼讲？因为伫真侪时阵，无论是伫灶骹底无闲，伫病床边伫陪伴，或者是伫祈祷的生活中间流目屎为着机体来代祷。有真侪妇女，因是用双手，用因的祈祷，用因的性命，点点地守护群体中间上界软弱的肢体。这种的守护，其实非常符合安息日的精神。因为安息日毋单单是休困啊定，安息日更加是爱纪念努力得到讨棒迄款的自由，是一种实践公义的具体的行动。所以，当咱若是行出门外，咱会当去治疗人所承受的痛苦。伫迄个时阵，咱愿意具体来带互厝边所需要的安慰。那安尼，迄个关系着自由甲讨棒迄种安息的精神，就真正活伫咱的中间。上帝伫咱台湾即块土地，嘛赐了真侪真美好的见证。互咱看见伊的疼是怎样拍破迄种围墙的隔离。以赛亚书的应允，毋干那停留伫圣经的内面，伫咱台湾即块土地嘛有真实伫咧发生的事。我要分享一个伫咱本土，也是咱长老教会真实的一位女性，伊就是瓜基华老师的夫人瓜蔡阿里女士的故事。瓜基华老师，伊是真有名新英文法的作者。伊伫白色恐怖的时期，伊因为政治的原因，有2摆入监狱，受关伫绿岛有17年久。伫迄种真黑暗的年代，相信伊厝里的人拢受打上迄种叛乱犯的
的标签。伫社会上，就若亲像打去的树仔迄种受孤立，当时的人毋敢甲因做朋友，亲情嘛毋敢甲因往来。歌带阿里女士一个人爱请养3个囝，爱阁维持出版社的运作，甚至伊瘦甲只有剩38公斤。但是歌带阿里女士向咱展现啥物才是真正的守望者的精神。伊本身无互困境来拍倒，嘛无变做一个恬恬受苦的受害者。为着要救伊的翁婿，伊真勇敢，一直不断写批互当时上较有权力的蒋经国。伊逐日奔走伫警备总部甲监狱的中间。当伊的翁婿第2摆入监狱的时阵，伊家己有安尼来写讲，伊形容迄段真久长的等待，就若亲像在爬山共款。伊讲15冬的等待，亲像在爬一座真大的山。头6冬非常的艰苦，因为若亲像看袂到尽头，迄种一直不断在上行。伊的身躯甲伊的心拢要放弃，但是一直到后来。伊甲家己讲，伊讲每一工就若亲像在落行，因为伊知影每行一步，就离迄个团圆的迄一工愈远近。咱看见就亲像经文所讲，上帝赐予受苦的人一个名号，就是袂互人撤销的名。虽然统治者想要甲关起化这个名来剪除。但是上帝却保护这丛打去的树仔，互伊终身不危。伫2002年，关基华老师过身了后，歌带阿里女士伊搁较积极投入伫人权甲和平的推动。2004年，因过去因所带迄个厝体正式被列做是历史的建筑。这间受难者的厝体变成做大家学习公义、为着和平祈祷的所在。我想这个见证嘛，互咱看见讲，上帝召集，伊召集毋干若是发生伫过去的以色列，嘛发生伫咱台湾这片土地。伊甲遐个互人看线、互人看轻、互社会打标签的互人一个一个。呼调倒转来，带因倒转来，赐予因永远的名号，互因对伫过去的黑暗会当重新来徛起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56章的信息，到伫今仔日悠远活跳跳伫咱的中间对咱来讲话。那安尼今仔日这段经节，祝福咱，牧师伫遮分享有3个真具体的提醒。甲咱会当参与的行动，特别伫大灾节期的中间，咱会当重新思考上帝的心意。头一个就是上帝的名号赢过任何社会的标签，因为咱常常活点伫一个爱打标签的世界。社会甲咱讲真侪期待，掠准你若无有囡仔，掠准你无一个人。互人有迄种真幸福的头路，或者是你无伫竞争的中间有成功，你反倒是失败，你就是一丛打去的树仔，因为无人传承，无价值，嘛无未来。但是上帝伫遮要翻转这一切，因为伊赏赐的名号，毋是一个冷冰冰的头衔，伊乃是一个永远的归属。伫上帝圣殿的内面。你的名无搁再是某某人的太太，或者是某某人的老母，你的名就是你家己，是上帝亲身纪念、亲手所刻。所以这段话在甲咱讲，一个人的价值，毋是咧看伊会当生产啥物物件，是看在伊就是上帝所疼，也就是你就是上帝所疼。所以伫今仔日。这嘛是一个意义的宣告，无论你的背景安怎，上帝要讲，我伫我的殿为你来留位置。
你的命伫上主的手中是永远的，是袂互人撤销的。我想即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二项就是所有的守望者拢爱清醒过来。上帝呼召咱，要亲像歌带阿里女士安尼，伫黑暗的中间无放弃仰望。迄个醒过来的意思，就是爱咱重新拥有对伫社会、对伫厝边的洞察力。先知批评当时的守望者拢伫遐拢咧困，是因为因对受苦的人的目屎已经无感觉。所谓主持公正、行公义，毋是真高深的神学理论，是拒绝诚做一个恬恬徛伫边仔看戏的人。所以咱要看见伫安息日有一个真核心的精神，迄个核心的精神，毋是干那咱家己休困，咱更加爱互社会有中见，互社会会当受到讨伐。当咱愿意为着遐个看起来互人看轻的人，咱为着因来开喙，来守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咱就是咧实践安息日真正的精神。安息日的精神是为着要互受压迫的人会当得到自由，所以咱毋通继续搁做混蛋面的信徒，咱要伫即个土地顶面做一个对时代有感觉、对生命有疼心的一个守望者。过来，这段信息对咱的第三个提醒，就是咱的殿，这个上主的殿，要成做万民的殿。咱长老教会伫台湾100年的历史，上界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成做一个双手拍开、接纳所有的人的所在。一个群体伫受伤强健以后，上容易变做封闭，但是上帝命令咱，毋是爱咱成做封闭的群体，上帝爱咱成做一个拍开双手、接纳所有人的一个群体。因为万民祈祷的殿，就是代表一种全然开放来对待所有的人的意思。这毋是干那开门，互外面的人入来，是要互遐个原本互人隔离、互人看轻的人，伫遮拢会当找到因家己的位置。这需要咱主动来拆掉咱心内底迄个优越感的迄个围墙。当咱的教会会当互每一丛打起的树仔，拢感觉受尊重，互人疼惜，这个圣殿才真正属上帝的。所以咱要立志，毋通搁伫群体内面起造围墙，要伫上帝听的内面，咱爱超越身份、超越性别的界限，咱展现的是上主的听。伫大灾这期的中间，互咱有搁一摆的机会重新来思考，咱的心中减了搁有迄个围墙吗？咱无搁再成做困难面的守望者，咱乃是爱清醒过来，伫即片土地顶面来看顾遐个受忽略的族群。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的生命就无搁再是打起的树仔，乃是成做一丛结满果子的公义的树仔。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也互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万民祈祷的圣殿。这是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爱上帝，感谢你伫大灾这期的中间，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提醒阮，互阮有机会重新反省，也求你赐阮勇气，伫现实处境的黑暗的中间，阮犹原相信你的公义就要来显现。求你互阮纪念安息日的意义，毋干那是休困啊定，搁较是对所有受压迫的人的一种的唤起，互因会当得到讨伐，也对压迫者阮有全然的抵抗。主啊，求你帮助，互阮伫教会内面，阮也时常用感恩的心来纪念每一位点点为着教会忠心服侍的妇女，为着因来献上感谢，也求你互因知影，因的名号刻条伫你的手心的内面，因的付出伫你的目睭所看，拢是非常宝贵。
是袂互人撤销的。求你也拍开阮教会大门，互每一个人感觉家己亲像迄个打气的树仔的性命，拢会当伫你的圣殿内面敲找到一个位置，来领受上帝你全然的疼痛。互阮长老教会真正成做一个万民祈祷、充满公义甲疼痛的所在。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646首，圣诗第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事项来祈祷。第一位，妇女事工纪念助理甲妇女福音事工。第二，今年世界公道日是为奈吉利亚祈祷。
第3位2026年圣经校春季班今日起开始上课，请咱三甲出声同心来祈祷。即时请范医宣执事导览组结束祈祷。亲爱的弟上帝，感谢你保守阮，看顾阮的软弱。即是阮为着女性来祈祷，求你，互阮即个时阵会当搁较体验着、感受着女性的处境。主啊，阮要为着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甲妇女的福音事工做伙来开喙，关心女性的处境。嘛为今年世界公道日，为着奈及利亚来祈祷，看顾即个国家。虽然伊甲台湾是真无共款的国家，毋望阮会当透过读册、透过听讲道、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认捌即个伫非洲的小小的国家，为着因的基督徒，为着恁的人民来祈祷。阮嘛要为着2026年圣经学校的春季班，今仔日开始上课来祈祷。互阮会当被万心来受到造就，互阮会当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搁较进步的培养，有较晋升的信仰的栽培。阮拢安尼出声，甲即个愿望放伫遮，求你垂听阮的祈祷，安尼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的奉献。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祈祷。
请坐。请现开职务通知事项。第二，一学期春季校秋季班伫前场报名，课程从今日开始上课，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而且为了圣经校来岛奉献。课程内容、上课地点，请咱家己过目。第三，圣经讲座伫3月14拜六下晡2点，伫美院接拜堂举行，欢迎兄弟参加。第四，本会甲台湾基督因兵学会合办2026爱的练习室，欢迎信众团体伫5月到10月每个月聚会一届，欢迎已经结婚也是打算今年结婚的夫妻报名参加。报名到3月底为止。告解消息：第一，2026年世界公道日，一位奈及利亚来祈祷，特别呼吁大家为受迫害基督徒来祈祷，特别是伫安全甲创伤议题顶头。时间定伫3月6拜五早时9点半伫第一教会举行，欢迎参加。会消息：今日下晡1点伫203教室召开中集会小会，并且中止参加。团结消息，其他消息大多事项顶手奉献，事务人员请咱家过目，请陈牧师介绍请安。伫遮来介绍3位来到伫台湾旅游的国外来宾，好美加姊妹。头前这样子，欢迎。咱这是用咱边仔兄弟来请安。咱做来用信息第399首，信息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起立。经济线请陈牧师祝祷。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免。
请这月岛秘会，若是新朋友，也是需要带导的，请到前庭有牧师顶落同工为你祈祷。今仔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交易。